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演揚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學會潘雪芬副會長及黃少強居士聯合主持，現在開始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各位收聽由安省佛教法相學會製作嘅佛學節目《演揚妙法》。潘副會長你好，黃居士你好。你同我哋解釋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嘅經文，已經講到經文最重要嘅部分啦。上次係解釋完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咁下一段經文咧就更加重要，係講到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係會點嘅。嗱，呢一段呢就係我哋個科判嘅乙二引例證成。嗱，因為咧係要俾一個例證明俾我哋聽，依般若波羅蜜多修行所得嘅果德噶。嗱，喺呢度咧有分二，係分丙一同埋丙二。丙一係證明得果。嗱，喺呢度咧係清清楚楚咁樣，係俾一個例我哋吓。咁個經文係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嗱，三世諸佛咧就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就係三世啦。佛咧梵文係 Buddha， 係圓滿嘅覺者嘅意思，即係話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嘅圓滿覺者就係三世諸佛啦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嘅梵文係 Anuttara Samyak Sambodhi。嗱，首先睇下阿耨多羅 Anuttara 係解無上，無上呢，即係話冇任何嘅嘢喺佢之上。我哋話止於至善，無可再進步嘅意思，即係圓滿，係圓滿嘅覺，所以係無上。嗱，呢個係從質嚟到講，係無上嘅。三藐呢， Samyak 係解正等，意思係周遍平等，無遺漏嘅覺知。呢度係從量嚟到講嘅。然後三菩提 Sambodhi 係正覺嘅意思，係完全冇失誤、無所遺漏嘅覺知。嗱，整個咧就係無上正等正覺嘅意思，係圓滿正遍知嘅佛嘅覺智，修行成佛所得嘅最高無上嘅覺悟智慧。嗱，咁我哋再睇下咧，就係般若啦。因為呢個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，咁我哋睇下喺般若經嗰度講。佢話般若係諸佛之母，呢個比喻，因為如果冇般若係唔能夠成佛，所以般若智係成佛嘅條件。比如冇咗母親就冇辦法係有兒子嘅，所以話般若係諸佛之母。修習般若波羅蜜多，就係能夠成就佛果啦。嗱，咁佛果係包括
體同埋用嘅。佛果嘅體咧就係大涅槃，佛果嘅用就係大菩提啦。大涅槃係顯得嘅，因為涅槃本來就存在，但係凡夫因為煩惱嘅覆蓋，所以唔能夠顯現。成佛煩惱寂滅，所以能夠顯得大涅槃。嗱，咁我哋又再提一提，大涅槃係修行者喺轉依活動裏邊斷咗煩惱障所顯得嘅自性清淨法界，即是清淨嘅真如實體。呢個自性清淨法界雖然為一切有情同埋宇宙共同嘅實體，但係由於有客障所覆蓋，客障呢即係煩惱啊。由於煩惱所覆蓋，令佢唔顯得，所以凡夫係未能證得嘅。知道呢個般若根本自起嘅時候，將呢啲所有嘅煩惱斷除，令到佢嘅相能夠顯現，咁樣就叫做涅槃啦。梵文係 Nirvana，意譯呢就係寂滅。由於我哋要將所有嘅煩惱種子斷盡，然後先能夠證得涅槃嘅境界，所以意譯為寂滅，係指煩惱寂滅嘅意思。咁大菩提呢係修得嘅，大乘佛教修行係法門無量誓願學，勇猛精進收集一切嘅法門，收集十波羅蜜多圓滿，然後先可以成佛嘅。嗱，呢十個波羅蜜多咧，就係布施波羅蜜多、持戒波羅蜜多、安忍波羅蜜多、精進波羅蜜多、禪定波羅蜜多、般若波羅蜜多、方便善巧波羅蜜多、願波羅蜜多、力波羅蜜多同埋智波羅蜜多等等，呢十種波羅蜜多係分十地修行圓滿，就修得呢一個嘅大菩提啦。修得大菩提就係我哋嘅無漏善種子，透過修行分生同埋分長，由弱變強，純善無漏，成就菩提嘅四智。於是呢，就修得佛果嘅用，即是大菩提。大菩提嘅梵文係 Mahabodhi，大菩提係修行者喺轉依活動中斷所知障，轉捨有漏嘅八識，轉捨咗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同埋阿賴耶識，而生得嘅無漏八識。佢嘅體呢，亦都係無漏智嘅，所以得大菩提就係轉有漏嘅八識而成無漏嘅四智，簡稱就叫做轉識成智。無漏嘅善種生起呢個菩提四智啦。嗱，轉八識成四智咧，就係、是、轉第八阿賴耶識成大圓鏡智相應心品，第七末那識轉成平等性智相應心品，第六意識啊係轉成妙觀察智相應心品。前五識即係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，轉成所作智相應心品。三世諸佛依呢個般若波羅蜜多修行呢，就能夠得到無上正等正覺，係得到佛果，顯得大涅槃，同埋修得大菩提，成就呢個菩提四智。
說法利生，盡未來際普渡一切眾生。嗱，咁我哋同大家咧就輕輕講咗呢一個佛嘅果、大菩提同埋大涅槃啦。咁我哋下一次咧就同大家講丙二，係舉用嘆勝嘅。為你細說佛菩薩同高僧大德嘅事跡，為你介紹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，專講人地事。各位朋友，我哋上次講到，有個新近出家嘅海比丘，由舍衛國沿途托缽乞食，到天竺諸國參學佛法。當佢行到去摩羯陀國，因為人生路不熟而誤入愛樂獄，被窮兇極惡嘅監獄主管旃陀奇利捉住，要殺死佢。到皈依三寶冇幾耐，仲未得到解脫啫，就遇到呢種飛來橫禍，有負佛陀慈悲救度，所以佢忍唔住就放聲痛哭啦。旃陀奇利見到佢係個出家比丘，叫做特別通融，話7日之後先至執行死刑。個女子係阿育王一名妃嬪，因為阿育王見到佢同後宮嘅侍衛喁喁細語而怒不可遏，都費事長加審問啫，就送咗佢哋嚟愛樂獄，任由旃陀奇利處置啦。旃陀奇利將佢哋放入一個大鐵扣裏邊，再用一支鐵杵，好似舂米咁，將佢哋打成肉醬。海比丘親眼睇到呢啲咁恐怖嘅情景，兩個本來活生生嘅人，眨下眼就只係剩翻一灘血肉模糊、難以辨認嘅物體，令佢深深體會到無常、苦、空同埋無我嘅道理。於是佢徹夜入定思維，斷除煩惱執着。到將近天光嘅時候，終於證得阿羅漢果，得大神通啦。日出之後冇幾耐，旃陀奇利就施施然咁嚟到，打算用極之殘酷嘅方法嚟對付海比丘。佢預備咗一隻巨型嘅鐵鍋，首先命人煲滾裏邊嘅水，然後就放海比丘落去監生煮熟。但係唔知點解，啲水煲咗好耐都仲係和和暖，直至愛樂獄儲存嘅柴火全部用晒啦，啲水都仍然未滾喎。旃陀奇利大發脾氣，對啲獄卒又打又鬧，跟住叫佢哋攞晒啲可以燒得着嘅嘢出嚟，
又將啲膿血、糞尿等等污穢雜物倒落個鐵鑊度，再放埋海比丘落去一齊煮。點知嗰啲污穢雜物不但冇整污糟海比丘，佢仲仿佛喺一朵蓮花之上結跏趺坐，飛騰於空中添。旃陀奇利見到咁嘅情形，驚起上嚟，馬上去通知阿育王。阿育王帶住一小隊御林軍趕到嚟，果然見到海比丘作出各種神通變化。佢突然生起一種稀有心，於是合掌恭敬，對海比丘咁講啦：呢位沙門有如此廣大神通，相信定非常人。唔知道師承邊一位尊者，又屬於邊個教派嘅呢？請你如實相告。如果能夠令到本王信服，我願意拜沙門為師。大王，小沙門係皈依佛陀嘅弟子。佛陀？邊個係佛陀啊？佛陀係覺者，諸漏已盡，有無比嘅慈悲，自度度他，以正法教導眾生如何脫離三有嘅束縛。哦，咁佛陀而家喺咩地方呢？佛陀早已喺100多年前涅槃啦。不過佢曾經記言華氏城有4份轉輪聖王出世，將來會起84000塔供養佛舍利，饒益世間。睇嚟呢位轉輪王應該係大王你啊！唉，可惜今日大王反而見咗愛樂獄，殺害無數生命，實在有違佛陀嘅尊意。請大王及早回頭，以佛法治理國家，使一切眾生無畏無懼。係，本王過去實在犯下太多嘅殺業，現在本王誠心懺悔，願意皈依佛陀及佛陀弟子，以往所作惡行，發誓絕不再犯。從今之後，精進修行，並且建築佛塔，莊嚴大地。善哉善哉，愛樂獄如同地獄，不宜久留。請大王與我速離此地。好。哼，走得咁容易啊！大王曾經講過，但凡進入愛樂獄嘅人，不論有罪冇罪，一律要死，無一例外噶噃。哦，唔通你連本王都敢殺？大王係一國之君，所謂君無戲言，大王唔會出爾反爾啩？本王當然唔會反悔啦。不過本王記得你亦都講過，係要按進入監獄嘅先後次序處決犯人嘅。呢度咁多人之中，最先入嚟嘅就係你。啊！所以如果要死，都係你死先。人嚟，將旃陀奇利收押。係，大王開恩饒命啊！結果阿育王將旃陀奇利依法治罪，又拆毀愛樂獄，廢除殘酷嘅刑罰，從此信奉佛教，施行仁政，令到全國臣民無所怖畏啦。不過根據大摩崖法冊上邊嘅黑文記載，阿育王皈依佛教初期並唔係咁積極推行佛法嘅，直至喺佢即位後第8年，派遣大軍征服古天竺東南部羯陵伽國 Kalinga， 即係而家嘅奧里薩邦，
當時佢見到戰場上屍橫遍野嘅悲慘情景，突然內心激動，大徹大悟，放棄用武力統一古天竺，深信依正法取得勝利，只係最上嘅勝利，而致力推廣佛教嘅。從此之後，佢就被稱為達摩阿育王，或者正法阿育 Dharma Soka。達摩 Dharma 嘅意譯就係正法。至於阿育王擺脫旃陀阿育或者黑阿育嘅惡名之後，又有乜嘢奇遇呢？我哋要留翻下次再講啦。信佛係咪一定要皈依噶？啲人成日話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燒元寶蠟燭、金銀衣紙嗰啲，係咪即係？又話唔應該殺生嘅，咁啲蛇蟲鼠蟻，我見到有人劏雞殺鴨，甚至成隻燒豬抬去還神。乜唔係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？老老實實啦，究竟邊個菩薩最靈先？點解呢？咁嘅。潘副會長啊，有位黃女士問：如果有個人好耐之前已經發願往生淨土，一路都係修緊淨土法門嘅，但係到佢臨終嘅時候忽然改變主意，想話再來娑婆世間，咁佢以前所修嘅淨土功德會唔會冇晒用嘅呢？嗱，黃女士，佛教修行呢，有易行道同埋難行道。淨土法門發願往生淨土就係易行道。嗱，修行嘅方法就係發願往生阿彌陀佛淨土，同埋要修三福，以及呢係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嘅名號。嗱，至於三福嘅內容呢，係包括孝養父母、奉事師長、慈心不殺、修十善業、受持三歸、具足正戒、不犯威儀，仲有係發菩提心、深信因果、讀誦大乘經典，以及勸進行者嘅。嗱，從以上我哋可以見到，要往生淨土主要嘅條件呢，係發願往生同埋修三福。而三福嘅內容啊，其實係所有佛教徒都應該修嘅。嗱，所以無論你選擇易行道或者係難行道，都應該修三福嘅。嗱，若果你已經發願往生淨土，亦都如法修行，但係後來改變主意，改修難行道，係絕對冇問題嘅。你只要發願生生世世常行菩薩道，而改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就可以啦。咁其他嘅修行方法包括修三福、六度萬行等等，呢啲大乘嘅修行方法係可以繼續修。其實有一個例子嘅，喺清末嘅時代，戊戌六君子其中之一嘅譚嗣同就係咁樣。當佢喺臨終之前，佢見到企喺王府井大街嘅人民痛哭嘅情況，佢唔忍心嗰啲群眾繼續受苦，而自己呢就往生極樂世界。嗱，所以佢臨終之前呢，係突然間改變主意，係發願世世常行菩薩道，度盡受苦嘅眾生。嗱，咁樣係絕對冇問題嘅。嗱，所以喺唔同嘅情況、唔同嘅心態，有唔同嘅改變，係可以隨意咁選擇易行道同埋難行道。至於修行嘅方法呢，係冇問題嘅。基本上修難行道同埋易行道嘅修行德目都係一樣嘅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嘅節目時間又夠啦。如果大家有啲關於佛教嘅問題想問我哋，或者對我哋演揚妙法有咩意見，歡迎各位傳真到
905-707-1275，或者係電郵到 bds2009@ymail.com。好啦，我哋要到下次節目時間再會啦，拜拜。演揚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學會潘雪芬副會長及黃少強居士聯合主持，現在經已播放完畢，請各位喺下次節目時間繼續收聽啦。